就剩下4个名额，他们竟然站在终点前面嘲讽。就算我现在开滚动过去，对手肯定能反应过来，然后马上冲线，那我们这把凤凰蛋晋级赛岂不是没了？等等，还有机会。如果此时我们扭头走掉，远离终点，他们肯定觉得我已经放弃了，所以更加放松警惕。而我们身上刚好有地雷，再捡起身后的传送球，走到后面卡住对面视野，在对面4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地雷炸传送球，将门开到终点，完成极限偷鸡。那我们究竟能成功吗？这么精彩的操作，肯定少不了一款好看的皮肤。宝子们，你们都缺什么呢？缺皮皮的打1，缺蛋币的打2，缺彩虹币的打3，什么都缺的打5。我看看是谁。什么都没有的主播会相助，并且还完成4连的主播看见就会优先相助。如果没有，你千万不要抱怨哦。现在点我视频左下角，填写一下自己的手机号和验证码。注意了，兄弟们，一定要点击确认。点击确认后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些皮肤了，还有超多热门会员随心选，实现听歌、追剧、看电子书多重自由。兄弟们，快冲吧！